力攻思維的根本，從來不是被動的承受，而是清醒的主動選擇。選擇與時間做朋友，選擇用汗水置換信用，選擇用看似最慢的方式去迎戰一場最遠的征程。他不是不懂變通，而是深知何為不變。他不是拒絕創新，而是明白所有飛躍都源自腳下堅實的土地。這個世界短期或許偏愛技巧，但長期永遠歸屬於匠人。歷史從不辜負那些在無人注視處持續發力的人。今天所謂的土掉渣或是不合時宜，終將沉澱為明天最不可撼動的專業壁壘。大道至簡，重劍無鋒。東方雨虹只有一個，也只需做好這一個。我們甘願做最老實的企業，出最實在的力氣，吃最本分的飯，皆因深信真正的力量從不誕生於喧囂的浪尖，而是源自於寂靜的心水；從不依賴於取巧的捷徑，而是凝練自一步一印的苦行。風雨越大，地基越要深。這條路我們從30年前走來，並將繼續走下去，以力攻之名，以心間之志，直至時間給出最終答案。